中国近日以促进发展的名义，在所谓新疆建设了数千座5G 网络基地。有学者担忧，中共此举目的在于加强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数位监视，并非意在强化区域经济发展。乌鲁木齐是中共在2019年优先部署5G 网络基地的城市之一，而北京现在以促进区域发展为由，在所谓新疆进一步加强部署5G 网络基地，以强化中国在此地的数据监控，包括无人机监控、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监视器、手机监视等等。专家认为，北京正打着经济发展的旗帜，其背后的目的是强化对突厥穆斯林的控制。根据调查显示，所谓新疆目前已有3万座5G 网络基地，而中国官方宣布，今年要再增加1万座基地台，预计将花费16.5亿元人民币，每1万人便拥有12座5G 网络基地台，同时90.5%的村落都将被5G 网络覆盖。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，大量建设5G 网络基地将帮助所谓新疆数位化，为制造业带来数位改革，并促进经济发展。目前 5G 技术已被用于制造业、农业、医疗体系、教育与旅游业。不过，专家担心中国政府大量部署5G 网络基地是为了强化对维吾尔族等穆斯林的监控，这将会使政府的监控变得更广泛、更有效。今年，中国部署了20辆无人巡逻车，在所谓新疆北部的克勒玛依市加强对群众的监控。这些巡逻车附有8个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，并可以将可疑的活动搜集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。此平台是北京对所谓新疆最主要的监控系统。10月19日，英国外交大臣向中国大使明确表示，中共蓄意殴打抗议者的行为，英国坚决不接受，政府正在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。10月19日，中国外交部就中国驻曼彻斯特外交人员打人事件向英国提出交涉，并反咬这起事件是不法分子的恶意骚扰，还要求英国对中国领事馆提供保护措施。英国外交部大臣随后强硬回复，已经向中国大使馆明确表示，中共外交人员打人行为，英国不能接受。再次强调，和平抗议是英国每个人具有的基本权利，中共必须遵守。同一天，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被殴打的男子波博在伦敦举行了记者会，谴责中共的袭击事件，称全身多处有被殴打的伤痕，呼吁英国政府追究责任。外交大臣周三再次强调，在曼彻斯特警方完成调查后，英国政府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。中共20大之际，中国天灾人祸频传，中共清零防疫政策酿惨祸。10月19日凌晨，在所谓新疆乌鲁木齐妇幼保健友爱医院门口，4位临产孕妇被大白挡住，不能进入医院。孕妇家属着急并愤怒地表示，已经2-3个小时了，你们谁说了算？谁不让我们进医院？4位临产孕妇已经有3个破了羊水，不能进入医院，也不往上汇报，要不我们就生在这里，人死也要死在这个门口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。被医院拒之门外的汉族临产妇女在马路上生下了孩子，另一位临产妇女向外界哭诉。这是个真实的案例，发生在乌鲁木齐友爱妇幼保健院，真的太可怕了。那个女的就在马路边上把妈妈生了，10月怀胎，我的宝宝要出生了，政府不管，医院不是白天使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也没说不给钱，你最起码让我把孩子生了呀。那个女孩有多无助你知道吧？就在马路边上，裤子脱掉的，那羊水破了，全是血呀。重点3个医生，1比1个，没有一个人管他们，就把我们当那个牲口一样，你知道吧？说现在这情况都成啥样子了？就跟那个之前的旧社会日本鬼子进村了也没这么残忍啊！法新社消息，欧洲议会10月19日宣布，将2022年度撒哈拉夫思想自由奖颁发给乌克兰人民，以表彰他们奋勇抵抗俄罗斯的入侵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表示，乌克兰人每天都在战场上与俄罗斯恐怖主义国家作战，他们以实际行动捍卫着自由和民主价值观，强调欧盟的支持对乌克兰至关重要。
经历了1周的连续暴雨，被誉为南美第一奇观的伊瓜苏瀑布再次呈现壮观奇景。这是位于巴西和阿根廷北部交接处的伊瓜苏瀑布，被誉为南美第一奇观，也是世界5大名瀑之一。巴西南部连续1周的暴雨，形成了这一难得一见的奇观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，巴西和阿根廷交接处的降水量比平日高出了10倍。伊瓜苏瀑布的水流量通常记录在每秒150万升，10月13日上升到了每秒超过了1600万升。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，高82米，宽4000米，平均落差75米。1986年，伊瓜苏瀑布及周边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，自2011年起被列为世界7大新自然奇观之一。